平安，平安。咱甲边仔人讲，真欢喜透早看到你，真欢喜透早看到你。啊，佮甲边仔人讲，咱即摆要同齐来祈祷，即摆同齐来祈祷。所以咱祈祷的头前，咱先来吟这条诗歌。最近咱台湾有真侪无平静的代志，毋望这条诗歌个正做咱的祈祷，甲咱甲上帝来祈求，为这块土地。为这块土地，我相信。
内建甲外交，国家的复兴甲世界平安，来守望祈祷，咱同声来开厝。感谢你，我努力，为着阮的总统、副总统，甲所有台湾的人民，咱的国度，咱的立法委员，咱的政府，咱都是咧为着咱咱就阮的祈祷，希望你互阮咱的台湾，不管是送养人，还是老人，还是囡仔，拢会得到真济的平安，望得到真济机会，嘛希望你来帮助阮的台湾，有侪侪毒品、犯罪、佮诈骗集团，主要你来救阮的台湾，真正因为有你，有信有耶稣伫阮的中间，阮就拢有平安。我嘛为着咱这世界有真济的战争，阮来献上阮的祈祷，主要阮感谢你。第二点，咱嘛为着咱的教会事工，甲咱所有国度的福音，咱献上咱的祈祷，为着咱的50喜年，为着咱的所有的团队，为着咱的富强人会用身体健康，咱开声来开嘴。主要所感谢俄罗斯，阮来为着阮的福音名伫台湾来继续进展。主要无论伫阮的50喜年的同项事工当中，主要你拢帮助阮，互阮的真正所在领袖拢有为你来的真个智慧。主要帮助阮伫这50喜年的中间，拢知影这是咱逐个人的代志，毋是家己遐的长老，毋是牧师的代志，是咱要搁较济将咱的教会来介绍互这个社会的人，嘛真正为着阮的富强人，真正伫这个过程当中，阮真正会搁较济身体健康，阮的事业，阮的心灵拢会喜乐，阮的人际关系拢会得到你的帮助，主阮感谢你。第三点，咱嘛要为着咱即马教会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健康甲心灵平安来祈祷。咱伫周报面顶有侪侪的名单，不管是礼拜日还是礼拜日，咱拢开声为因来祈祷。主所以你看到阮教会侪侪兄弟姊妹，因为即阵啊，因为真早啊，因为身体欠安，已经有足侪人无来这个教会，常常较早伫阮边仔坐位的人，因为即摆身体无爽快，可能伫病院，可能伫厝里，主阮平常时阮可能无法度常常来探访因，主要所有搁请你甲帮助阮，当阮受着伊的时阵，当阮看到周报这名单的时阵，当阮逐工看到的时阵，阮拢有法度为伊祈祷，主要所求你的保护，拢加在伫咱的兄弟的姊妹的身躯，互因真正得到为你来的健康甲平安。第四点，咱嘛要为着咱顶礼拜伫台北发生的代志，搁长伫宜兰的地动，因为长足换只地动，所以足侪灾情，咱即马新闻还袂报出来，所以求主要所帮助，因为大概地动的时阵，还是发生啥物代志的时阵，其实因当地教会拢会做足侪代志，所以咱也嘛为着迄阵伫迄附近的教会，伫台北遐教会，伫宜兰的教会来献上咱的祈祷，咱同声来开嘴，主所感谢你，主你看到阮顶个孩真正伫台北有心情无好的代志，有真侪人来受伤，甚至死亡，我嘛看到真正遮个人的爸母因的心肝是安尼恶当中，主要所阮真正常常来祈求你，主要求你的平安，真正常常伫阮的中间，我嘛要为着咱的地动来献上阮的祈祷，阮也毋知有偌侪人受伤，还是偌侪人的厝阁无去啊，主要当阮若看到新闻，遮个人的厝无去，遮因的家庭来破碎时阵，主求你互阮真正一个会晓祈祷的心肠，互阮知影主，阮真正会拄啊祈祷，阮啥物拢无法度做，求你帮助阮的基督徒，阮每一个人兄弟姊妹，伫你面头前常常食做有法度祈祷的人，将世界所有的代志、恶摊当的代志，当阮看到新闻的时阵，阮毋是家己伫遐批评内底的代志，是阮常常甲主祈求讲，主啊，阮感谢你，阮学乐你，求你的平安真正爱常常伫阮的中间，求你的保守嘛常常伫阮的中间，为着咱的囡仔，为着咱的厝边隔壁，因为有当时啊，咱嘛毋知影。咱的囡仔啥会变安尼？有当时啊，咱嘛毋知影天灾当时会来。毋过主要说，因为你伫阮内底，阮阁有平安。主要说，阮要献上阮的祈祷，阮要献上阮的敬拜。逐礼拜阮伫遮时阵，来祈祷，你来敬拜时阵，阮就是要献来祈求，求你甲阮三角地带，求你的保护，定定行走我。主要阮献上阮的感谢，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要所的名来求。阿门。为这个土地完成新祈祷。为这个土地，我相信祈祷，我主的真理，那更传的变旧。为这个消息，我求你。
福，心顶一个人因着欢喜出声，是咱要来吟，透早起来学老子，咱坐咧吟好。透早起来学老子，透早起来学老子，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老子，透早起来学老子，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你，因为你是守住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老子，透早起来学老子，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老子，透早起来学老子，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你，因为你是守住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老子，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我要时时学了耶和华，学了伊的嘴，常常伫我伊的话，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是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我听见你听谈的声，因为我可怜。我在旁边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
野手困球。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基督那就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圣所，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基督那就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正做你欢喜的祭，正做你欢喜的祭。这是咱起立，咱要来吟圣诗303首。我要爱你，尽心尽意。我要梦用你，奇妙大观念，为应当你生命。主，我要爱你，尽心尽意，对你要采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真心听你，尽心尽意。我要梦用你，奇妙大观念，为应当你生命。主，我真心听你，尽心尽意。对你要采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尽心尽意。我要梦用你，奇妙大观念，为应当你生命。主，我要服侍你，尽心尽意。对你要采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亲爱的主上帝，我们要唱歌来学了你，我们用阮的性命来回应你的恩典，因为你听阮每一个人，你搁一摆用你的恩典，用你的慈爱，引带阮来到伫你的圣殿，一只做伙自集，一只做伙敬拜学了你。主啊，求你伫今仔早起时。来引带阮每一人的心，引带阮的性命，通互阮会当来合你三千军，来领受你属天宝贵的气力、宝贵的恩典，互阮透过早起时的自集，也搁一摆看见着你奇妙的作为，伫阮的教会，也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不断来彰显，愿伫正早起时的礼拜，正做是一个归荣光予你的敬拜，因为你看得一切的尊荣，看得一切的娱乐，
主啊，愿你伫今早起时，也搁一摆来显明你的心意，互阮透过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恩惠，领受你的话语，互阮的生命得到更新改变的快乐。求主赐福，也保守伫今早起的礼拜，也保守看顾每一个组织伫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即时，我们嘛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回应你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愿伫天里的马，愿你的名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亲像伫天。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有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咱将以下时间交予书会来继续咱的礼拜。启应，今日启应文第29篇，诗篇190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应，因为毋通积极。即款人真有福气，听从上主的教示。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全心追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甲要碎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无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满心感谢，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伫主意护着阮，互阮会当放下世上的劳苦甲担当，进入你的同在。来敬拜你，学乐你，主啊，你是值得一切荣耀甲学乐的上帝。愿阮今日所献的诗歌、祈祷甲敬拜，拢得到你的接纳。愿你的信心伫阮中间自由运行。主啊，阮为着教会来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伫这一年来，伫逐项事工中的引带甲看顾，无论是敬拜、团契、小组，还是教会艺体的进修，拢毋是我靠人的才调，乃是我靠你的灵来成就。求你保守每一位服侍的兄弟，身心灵拢得到眷顾。互伊伫无形中希望有安息，伫付出中希望有喜乐。互阮所做的一切
拢正做见证你的疼，甲荣耀的记号。主啊，我若将众兄弟姊妹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求你看顾身躯软弱、心里忧伤、失去愿望的人。年底无闲，阁有压力的时刻，需要对你来的平安甲安息。恳求你医治病痛，安慰孤单，坚固信心，互阮清楚知影，你是阮永远的倚靠。亲爱的主，伫今年最后的一摆主日，我要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阮深知，伫每一段路程中，你的恩典拢教下阮用，你的信息从来毋捌改变。我若将富强教会压制4到50许年的重要时刻，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引带阮的脚步，互阮毋但计划将来，更较学习超找主你的心意。愿伫新的一年，阮的属灵生命哪丰盛，信心哪坚定，因阮知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主上帝。愿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愿主旨伫正伫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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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旨伫正伫地。圣经讲述上帝的话，今日经文记载伫以弗所书第3章16到21节。祈求照伊丰富的荣耀，通过伊的信心所赐的快乐，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来点伫恁心内，互恁定军下地基得听，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听是哪尼长、宽、悬、深，佮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的听，互上帝的元神甲恁完全充满。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底运行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愿荣耀伫教会中，通过基督耶稣归予上帝，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阿门。愿上帝赐福领受伊唯一的人。献诗以赛亚牧区所献的诗歌，永远唱的歌。献诗煞，请詹牧师讲道。牧师今日要传的信息是：信用攻击系列3内在的力量。
请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一届三甲组织，而且做伙来敬拜讹咱的上帝。透过拄以赛亚牧区的献诗，嘛，当然用这条诗歌做伙来敬拜讹咱的上帝。这条歌嘛唱着，伊讲人的一生紧紧过，亲像梦雾一样。我想，若是人的一生紧紧过，今年嘛已经要过，今年是今仔日的主日是今年的最后一摆的主日，后礼拜咱就要进入新的一年，咱搁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真欢喜伫今仔日早起是咱做伙组织，特别伫这个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咱搁三甲来敬拜咱的上帝。当然，这个主日毋是咱富强教会今年的最后一场聚会，后礼拜三暗时，阁有一场重要的聚会，就是咱的祈祷会。而且这个祈祷会是会超过12点的，是会跨年的祷告会。所以，若是今仔日是这个今年的最后一届的主日，后礼拜三伫咱教会游园有今年的最后一场聚会，会当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来向咱的上帝祈祷，咱嘛要透过邀请黄瑞成牧师来到咱的中间，互咱的性命得到造就，咱的性命得到帮赞。可能对咱第一堂礼拜，多数的兄弟姊妹，可能这个周间暗时，咱可能较少会出门，但是一年只有一届，特别。咱教会有跨年的祷告会，顶一届应该可能超过10年啊，已经10年前啊，所以这10年才有一届的，而且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当2025年结束，要进入到新的一年，嘛是咱的教会要进入到50周年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嘛佫一届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毋若是伫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咱做伙伫遮组织敬拜，讹了咱的上帝。咱嘛将咱的时间，特别是后礼拜三暗时的时间，咱留来做伙伫遮祈祷，做伙伫遮敬拜，也做伙伫遮领受，真做是咱伫今年要结束的时阵，互咱生命得到更新、改变、鼓励一个非常好的时刻。伫咱开始分享上帝话语进前，咱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恁带领阮为今年的开始，到伫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你互阮伫每一个礼拜，拢会当来到你的面前，
来朝见你，来敬拜你，互阮通伫每一个主日中，透过你的话语，互阮的生命得到鼓励，互阮的生命得到无共款的启示。主管知，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是阮路上的光。求你搁一摆透过你的话语来成做是阮生命的光，互阮要行新的一年的时刻，也有愿互这个光持续来引带，互你的话语持续伫阮的内心有更新、改变以及提醒。愿上帝伫这段时间，也互阮的心神完全会当来自信伫你的话语顶面，互阮通了解你话语中所要互阮每一人无共款的旨意。献上阮的感谢以及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要透过这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3章第16节到第21节，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内在的力量”。前2讲牧师分享讲，伫信仰的内面，爱有一个根基；伫信仰的内面，爱有一个更新。但是，毋若是拍好一个根基，毋是拍好一个地基，搁较重要，当伫起造生命的这间厝的时阵，迄个内在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代志。咱知伫较早期的台湾，有时阵人看见可能有厝倒去的时阵，为虾米厝会倒？是因为厝内面伊所起造的材料，毋是用实在的材料。可能伫伊的条仔内面，伊是插沙拉油管，还是插迄个塑胶的管仔，所以滴到看起来外表水水，但是真正拄着一寡较大的震动的时阵，迄个厝就倒去。等倒去的时阵，就发现原来伊的内在是生做这款。但是咱今仔要讲的，又毋是讲要讲起厝，毋是要讲建筑，这毋是牧师的专业。牧师要讲的是，咱伫咱每一个人内在的生命，咱内在的气力要对倒位来，互咱真正会当徛好在，伫咱面对生命无共款的挑战，面对无共款的问题的时阵，咱犹原会当靠着咱的信仰来徛在。特别有时咱可能会拄着一个困难，就是这个道理我知，这个上帝的真理我知。这个信仰我嘛就认同的，但是可能真正拄着生活的无顺遂，也是拄着一寡挑战的时阵，我的内面却开始空虚。这个道理我真清楚，这信仰我嘛真正非常的认同，我嘛拢参与聚会，我嘛拢来到伫教会，我非常了解。但是有时阵，当生活真实的挑战困难来到的时阵，一寡问题产生的时阵，一寡互咱会讲离开上帝的时阵，咱就发现咱的内面的生命是空虚的，甚至就开始产生非常侪的埋怨，产生非常侪负面的情绪。当旧约时代，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阵，因到伫旷野。摩西带着侪以色列百姓，爱照顾因一切的需要。这以色列百姓虽然伫这个过程，上帝嘛照顾因，但是这以色列百姓嘛有足侪的埋怨，嘛有足侪因感觉因无欢喜的代志，所以因拢会毋若向上帝埋怨，伊嘛会向摩西来埋怨。伫民数记载。有一摆，这百姓搁甲上帝埋怨的时阵，上帝就生气。当上帝生气了后，摩西对耶和华讲：“你为虾米安尼款对待我？为虾米你无互我伫你的眼前会当得到稳定？为虾米将这个管理百姓的这个非常重的责任加伫我的身上呢？”
那继续看后壁的经文，摩西讲：遮的百姓毋是我生的，遮的百姓毋是我应该爱管理的。上帝啊，你为虾米将这一切困难挑战的代志放伫我的性命，诚做是我的责任？过去上帝带以色列出埃及，伊嘛互摩西看见侪上帝奇妙的作为。但是到这个时刻，摩西忽然间发现，伊知啊，伊哪会毋知上帝的作为，伊哪会毋知上帝安怎带领？但是这个时刻，伊的埋怨，伊所讲的，敢若嘛反映出伊发现伊无电啊，伊的性命无电啊，反映出伊的性命敢若嘛空虚啊，嘛发现伊的性命需要有一寡新的物件，伊的性命会爱需要一寡重新的气力，互伊会当继续行落去。所以咱看见伫圣经内面，摩西嘛是安尼，伊嘛会拄着同款的问题，伊嘛同款拄着伊内在生命会有空虚的时阵，会拄着有软弱的时刻。但是今仔日咱看的这段经文，保罗伊嘛看见着这款的问题。保罗看见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因有侪无共款的问题。无论是无共款民族的人伫同一间教会，也是有无共款的信仰传到伫这间教会，保罗伊发现，若是安尼，遮的以弗所教会的信徒，遮的兄弟姊妹，因内在的生命会软弱，因内在的气力会无去。所以保罗伊写了以弗所书，互遮的兄弟姊妹，目的是要甲因鼓励。目的嘛是要互因安慰。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阵，其实伊家己嘛是伫一个非常歹的一个环境内面。当时伊是在家的，但是虽望伊的环境是安尼，但是伊无停止祈祷，伊无停止讹扰上帝，甚至伊祈祷求上帝，互遮的信徒的性命，以弗所教会信徒的性命会当得到光强。保罗当时伊是伫一个非常歹的环境，伊可能伫迄个家内面，伊可能嘛毋知明仔载发生啥物代志，但是伊当时做了一项代志，伊为着遮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为因祈祷，而且是祈祷，互因的生命得到光强，互因内在的生命会当得到气力。伫今咱所读的经文，咱是为16节开始读。但是，搁较进前14节，保罗讲：我伫天父上帝面前跪了祈祷。保罗伫以弗所书安尼讲，伊讲我伫天父上帝面前跪了祈祷。伫当时的惯势是用徛咧祈祷，徛咧祈祷较济，跪了祈祷是较少的行动。这嘛代表这是保罗非常深的一个祈祷。伊跪来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祈祷，伊为着因会当得到内在的气力来祈祷，为着遮以弗所教会当因拄着问题的时阵，当因拄着生命挑战的时阵，有缘通徛在。所以咱今日要透过保罗伊写以弗所书，写互遮信徒的这个批信，特别是伊为着因所做的祈祷，咱嘛做伙来学习，咱嘛做伙来搁一摆思考，安怎，互咱内在的气力，互咱内在的生命得到光强，得到勇壮。第一个，保罗的祈祷，咱看见内在的气力，是因为有圣神的扶持，有圣神的坚固。内在的气力，是因为有圣神的扶持，因为有圣神的坚固，所以得到内在的气力，得到稳固。伫以弗所书第3章16节，咱拄好做伙读的这段经文，保罗讲：我祈求上帝，照伊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神赏赐恁气力，互恁内在的生命通勇壮起来。保罗讲：我祈求上帝借着圣神的气力，互恁内在的生命得到勇壮起来。
内在的生命，伫原本的意思所讲的是内面的人。这个内面的生命，毋是讲人的情绪，也是讲人的想法。伊所讲的是内面的人，代表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代表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更较重要，伊代表的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毋是靠着我拄仔所讲靠着情绪，靠着家己的想法，是代表一个属灵的生命。保罗甲上帝讲，内面的生命，内面的这个人爱勇壮起来。毋是讲忽然间变啊非常的厉害，毋是讲圣神同在这样忽然变得忽然变啊非常厉害。伊的意思是讲，有一个会当将你惊掉的，有一个人真做是伊的支持，互你内在的生命内面这人软弱的时阵，你通在有送通瓦靠。保罗甲上帝求，讲上帝啊！求你，互伊所教会的每一个信徒内面的人，属灵的生命，因为有你圣神的同在，因为有你圣神的气力，互因会当，互你扶持，会当互你来稳固。保罗讲勇壮起来，拄仔讲意思，毋是忽然间变了非常的厉害，毋是讲。某一个时刻变了非常的厉害，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就是这个圣神赏赐的气力甲同在，毋是只有一届尔，毋是讲忽然间变啊足厉害，后一届就无啊，也是讲只有某一个时刻足厉害。圣神的气力，圣神所赏赐的同在，是一个不断无停止的一个经历。毋是讲只有某一个时刻，保罗讲，互因内在生命是勇壮起来，是不断得到支持的，不断去经历着上帝的大气力。真正的刚强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毋是靠着家己想尽办法的气力，得经掉一切代志。真正的刚强，毋是靠着家己的意志力。靠着家己的气力，是倚靠上帝的能力。外在的力量，有一天会有消灭的时刻；外在的力量，有一天会有用尽的时刻。但是内在的力量，却因为有圣神的同在，不断得到更新。内心属灵的气力，却因为有圣神的同在，会当得到更新，得到改变。所以有时阵咱拢会想讲靠家己的办法，靠家己的气力，靠家己的想法，靠家己的意志力，拢经调的。我阁会使，我阁较努力的，我阁较拍拼，我就会当经过这个难关，我就会当经过这一切挑战。但是真正的刚强，毋是讲靠家己；真正的刚强，毋是讲我靠家己有偌尔啊牛。真正的刚强，真正的勇壮，是有上帝的能力甲你支持，毋是我靠着家己，毋是我靠家己的情绪，我靠家己的想法。外在气力有一天会消失去，但是因为圣神的同在是不断更新，迄毋是一届一经历，迄毋是只有一届的一个状态尔，是不断更新改变的气力。伫以赛亚书第40章第19节，这是咱常常嘛会看到一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嘛，互咱有真大的安慰甲鼓励。伊讲上帝赏赐气力，互每一个亚善的人；伊赏赐气力，互每一个感觉软弱的人。上帝的气力赏赐每一个感觉亚善、软弱、失望，互每一个需要伊的人。毋是搁只有靠着家己的气力，靠着家己的努力。是靠着圣神的气力、圣神的同在，互咱得到扶持，
得到坚固。第二个，保罗的祈祷，伊所讲到，伊讲内在的力量，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来成做生命的中心。保罗伊的祈祷内面，第二个伊所讲到的内在力量，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来成做生命的中心。刷来伊经文，以弗所书第3章17节到18节，保罗讲：我阁祈求基督正着你的信心带伫恁的心内，互恁伫伊的疼有根有基，互恁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做伙体会耶稣基督的疼是哪尼啊长、阔、悬、深。保罗向上帝祈求讲，正着恁的信心，互耶稣基督带伫恁的心内面，互恁因为伊带伫你的心内面，伊的疼就伫你的生命内面起做一个根基。这个大，伊的意思包含掌权。这个大毋若是咱看讲哇，敢是去带一个旅馆，还是带一间厝尔？搁较重要，伊的意思包括了掌权。国语叫做用国语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占据，伊是占掉的。伊是掌权的，伊是所有的。这互咱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伫咱生命的座位，坐的是耶稣基督，也是犹原坐了是咱家己。当保罗向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求你带伫遮的信徒，有所教诲遮的信徒的生命中，伊的意思毋是讲啊，只有亲像人客一样啊，像是带旅馆，只有带一暝，还是带一段时间。保罗所祈求的是，上帝啊，求你伫遮每一样的生命通掌权。这嘛，互咱一个真正足重要的提醒，咱敢有真正互耶稣基督带伫咱的生命？可能有人认为讲啊，我有信仰，可能咱嘛有听过讲啊，我有信仰，我有信仰。但是咱可能选择犹原互家己去决定人生的方向，犹原搁互咱家己的思想去决定方向。这毋若是我相信耶稣尔，这毋若是讲我相信耶稣尔，是耶稣敢是真正是我生命的中心。这毋是讲只有讲啊，我相信耶稣，我有这个信仰，我有这个信仰。更较重要是，耶稣敢是我生命的中心？也是犹原搁靠着家己的想法，搁靠着家己的意志，在决定这一切的代志。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第7节，伊讲：既然恁接受耶稣基督成做是恁的主，恁的生活就应该爱用伊成做中心，伫伊的内面成长，建立信心。恁就是安尼受教示教导的，恁嘛安尼充满感谢的心。恁若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你生命的救主，你的生命一切行为就爱掠伊做中心，伫伊的内面成长，建立信心。当耶稣真正是带伫咱的内心，信仰毋是亲像一个外壳尔。毋是亲像是一个外塔尔，人看咧讲，哇，这是一个基督徒，哇，这是一个会去行教会的人。这个信仰就毋是只有外在尔，伊是真正伫你的生命内面。耶稣毋是生命的顾问尔，耶稣是生命的主人。耶稣毋是只是一个来亲像讲来带旅馆、带旅社，一工两工就离开啊，也是讲有需要的时阵，耶稣你真做我生命的顾问。是耶稣是咱生命的主人。有一段圣经，可能对侪人嘛非常了解这段经文。圣经嘛安尼讲：我的念头关过你的念头，我的道路关过你的道路。
当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读中文，咱会想讲，无毋对，上帝的念头道路光过是咱的。但是当咱看这句的经文，伊原本的意思，这个道路伫原本的这个原文内面，伊毋是只有一条道路尔，迄个道路是复数的道路，是几啊条道路的。有时阵咱会想讲啊，我要行这条道路，我要行这个选择，我要行我想要行的。但是无想到上帝的道路光过咱的道路，上帝比咱所想的，上帝比咱所计划的，上帝要互咱的是超出咱所想象的。伊会真正指示互咱真正一条正确的道路。耶稣毋是生命的顾问，耶稣毋是咱生命的人客尔，伊是咱生命的主人。当耶稣真正住伫咱的心中，真做是咱内心的快乐，才帮助咱的生命不断成长，互咱的生命不断来精进。所以保罗先生伫加拉太书第2章20节，伊嘛咧讲，即马活咧若是我家己，是耶稣基督伫我的生命内面活咧。保罗讲，即马活咧毋若阁是我家己尔，是耶稣基督伫我的生命内面活咧。最后一个保罗，伊安尼向上帝祈祷。甲上帝讲：上帝啊，求你互有所教诲遮个兄弟姊妹、遮个信徒，因内在快乐，搁一家勇壮，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疼，完全充满伫因的内面。内在快乐，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疼，完全充满伫咱生命的内面。以弗所书第3章19节到20节，这段经文。保罗安尼讲，愿你会当理解基督迄超越一切知识的疼，互恁会当互上帝完全完美的疼来充满。上帝当用运行伫咱当中一切的大快乐，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求、咱所想象的一切。保罗毋是祈祷，甲上帝祈祷讲，上帝。互遮的信徒搁较聪明，互遮的信徒搁较努力，互遮的信徒伊会当了解所有的代志，直到因面对问题，因知安怎处理。保罗所祈祷的，伊求上帝互遮的信徒会当搁较深经历到上帝的疼。保罗甲上帝所求的是求上帝互遮的信徒，互遮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搁较深去经历到上帝的疼痛。上帝的工作是为内在开始，毋若是只有伫外在来成就。上帝工作毋是只有外在成就尔，有时阵咱可能听一寡见证，也是看一寡人生命的改变，你会看见哇，这人有真大的改变，这人有真好的见证，伊有真大的翻转。但是上帝的工作，毋是只有外表所看到遮个代志尔，更重要，一定是这人的内心真正是得到改变，得到更新。伊的内心真正是经历到上帝的疼，一定是经历到上帝伫伊生命所行的生业，所行一切奇妙的代志。一定是伊对伊的内心开始真正将耶稣邀请到伫伊的心中，真做是伊的主人。一步一步经历，一步一步去看见上帝伫伊身上所要成就的代志。当上帝的疼入来伫咱的生命，咱生命的空间才会不断的扩大。当上帝的疼入来伫咱的心中，咱生命才会扩大。上帝的作为才会超出咱原本的想象甲期待。正如在第一咧讲的，咱若是将上帝当作是一个人客，当作是一个顾问，咱认为只有咱需要上帝的疼，需要找求耶稣的时阵才邀请伊来，那呢，咱的生命可能就只有停留伫某一个程度，咱生命的空间可能就伫某一个程度尔。
但是当上帝会听入来的时阵，耶稣真正带你到伫咱的生命，是邀请伊进入伫咱的生命，咱生命就不断扩大。上帝作为才会超出咱原本的想象，甚至超出咱原本所期待者的代志。所以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16节，这段经文安尼讲：上帝是听，迄有听伫伊生命内面的人，就是有上帝的生命。上帝嘛伫伊的生命内面，有上帝会听伫伊的内面的人，伊嘛得到上帝的生命。上帝嘛甲伊伫地，上帝嘛伫伊的生命内面，真水是伊随时的帮赞。所以，真是一个稳固的信仰。当然，咱参与敬拜、参与小组、读经、祈祷，非常的重要。但是，真是一个稳固的信仰，是伫咱内在的迄个人，内在的生命会当徛牢，而且是徛了稳固的生命。这个内在的力量，这个困难，毋是讲家己有偌坚强，毋是讲家己会当安怎去做，家己安怎安排，是咱非常清楚知影，咱的生命是有上帝在扶持的，咱的生命是有上帝在坚固的，咱的生命是有上帝在掌管的。咱的生命是互上帝拥有的，更较重要，咱的生命是有上帝的听不断充满的，互咱的生命不断扩大，互咱的生命真正来看见超出咱所想象、咱所期待上帝的作为。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也愿保罗所做的这个祈祷。也真做是咱每一项的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伫新的一冬要开始。今年已经要结束，新的一冬要来啊！后礼拜就新的一冬啊！求上帝真正嘛互这种内在的困难，真正不断的加添，互咱真正是伫信仰中通稳固，伫信仰中通徛好在。特别教会要建立50周年的时阵，当咱要建立一个新的开始，咱每一个参与伫富强教会兄弟姊妹，咱搁较爱建立稳固真实的信仰，继续徛在伫上帝的听内面，也做伙分享，也做伙回应这份美好的信仰。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不论是个人的生命，也是伫咱的教会，拢起着迄个徛稳固、徛在的信仰。伫今仔讲道煞，咱无唱回应的圣诗，因为伫今仔日咱有特别安排伊伫祈祷的时间。所以，咱等下要做伙唱一条回应的诗歌。咱要唱这条回应的诗歌，叫做《耶稣，你听我》。咱要透过这条回应的诗歌，做伙来思考，嘛做伙来唱出咱对耶稣的倚靠，也知有一位耶稣不断听阮，咱每一个人也知咱的需要。咱先一个啉这首诗歌。风从何而来？
耶稣你正咱继续来唱副歌的部分，但这是无需要邀请，你若有需要人为你祈祷的兄弟姊妹，你会当勇敢行到台前。你若有需要人为着你祈祷的兄弟姊妹，这时你会当行到伫台前。那么，请后台同工咱准备来为着这的兄弟姊妹做伙来祈祷。咱请5楼的兄弟姊妹，还是4楼的兄弟姊妹，会当慢慢行到伫台前。咱来唱一解副歌的部分，我若孤单无伴。邀请咱兄弟姊妹，你若需要人为你祈祷，勇敢行到台前，免惊别人在看你行到台前，你行头前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就是一个经历上帝医治、经历上帝恩典的时刻。这是咱邀请伫台前这活塞同工，咱开始来为着这兄弟姊妹做伙来活塞。我想要邀请坐伫大家的兄弟姊妹，那么做伙用一个祈祷的心来为着头前每一个需要的兄弟姊妹，咱为着因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咱，求上帝来扶持，来引带。请伫每一个兄弟姊妹、打开的姊妹，你从你的手举起来，咱搁要做聚会，这一届唱这条歌的副歌，咱用这条歌的副歌的歌词，真做是咱的祈祷，嘛真做是咱的宣告。搁一届宣告，上帝啊，你会充满伫阮的生命，真做是我的牧者。主啊，阮知虽蒙孤单，虽蒙拄着困难挑战，但是你犹原听我。咱做伙用耶稣咱的心，用祈祷的心来唱这条的诗歌的副歌，咱搁一届做伙来唱。我若孤单无伴，你的话充满。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牧者。我爱亲近你。
无伴，你会袂因带。我若无带无伴，你会袂相伴。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无遮。我爱心困你，照你的旨，耶稣，你听我，互你来引传。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每一个徛伫你面前的兄弟姊妹，因的心情你知，因所拄着恶担当的代志你嘛知，因内心的艰苦失望，主你嘛知。主啊，因为你听见每一个徛伫你面前向你呼求的声音，主啊，求你真做是因的倚靠。真做是因的牧者，主啊，因为你疼因，你疼每一个来找求你的人，当来亲近你的时阵，主啊，你就来引带因。无论伫啥物恶担当的代志，因为有主，你真做是生命的大牧者，就会当经历迄个死荫的山谷。今日你为每一人所备办，迄个通安息、迄个水的青草坡。主啊，奉你的名，将每一个徛伫你面头前的兄弟姊妹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来亲自来引带，求主来亲自来帮助。主啊，互因所拄着一切困难挑战的代志，互因来看见着主，你的手就伫当中有美好的作为。主啊，嘛将教会中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特别伫咱要行新的一冬的时阵，主啊，真正来引带阮，真做是阮的牧者，真做是阮一生军队的迄位上帝。主啊，因为阮知恁疼我，你无放弃阮任何一个人，你要引带阮到伫你的身躯边，得到快乐，得到勇气，得到鼓励，也得到你的医治，得到你的疼痛。主啊，愿你的帮助，愿你的快乐时常甲每一人三脚伫地，献上阮的感谢，也献上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奉献，咱做伙来奉献。
请起立，咱做伙来唱《奉献诗歌》。会众请坐。本月根据咱做伙来读，伊的诫命是安尼：咱着信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名，嘛着照伊互咱的命令三听。约翰一书3章23节，咱搁念一届。伊的诫命是安尼：咱着信伊的囝耶稣。嘛，着照伊互咱的命令三听。约翰一书3章第3节报告。后礼拜司礼高林清长老，咱看第4页。本会伫后主日1月4号举行新任的长职甲首长的就任式。愿上帝赐福因伫教会的服侍恩典满满。第2点，本会伫10月30日阴暗时8点半举行54年跨年祈祷会，邀请兄弟踊跃参加。第3点，中保大道事工的节目大道同工。邀请有感动的兄弟参加奉祀。第5点，本会伫1月10日举行54年第1场复兴系列的研讨会，邀请兄弟踊跃报名参加。第7点，本会明年第1季重要的事工，请大家家己看。在第9点，展演小组的沙井今日伫1楼的大厅预备伊的作品，欢迎大家去买。第10点，婚礼祝福。本会陈冠然弟兄甲苏文新姐妹伫12月26日拜5伫台北举行婚礼，咱恭喜这对新人。所来请夏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咱真欢喜啊！2025年今仔日最后一个主日，拄则詹牧师甲咱特别来提醒吼。今仔日毋是咱今年最后一遍聚会哦，上精彩搁上有激励性的聚会，就是咱12月31吼拜三暗8点半。望讲咱全教会兄弟吼，无一个欠的吼，大家拢来，因为咱要迎接新年，迎接新年吼。所以要跨年拄好过12点过，感恩祝福祈祷才离开吼。有一个邀请啦吼，咱平常时咱长辈吼，长辈可能要出门日时骑机车会使，暗时可能较无法度。假使你若有即个需要，你会当甲咱的干事报告讲我有需要人交通服务，咱教会来安排，看有附近的会友会晓开车甲你接，安尼敢好？吼，毋通讲我都无法度去，就规矩莫来啊！吼，你做你来来安排咱来发动这少年的有开车的兄弟吼，来服务安尼。你若有需要哦，赶紧来咱你的组长，也是甲咱的团契会长，也是来甲干事讲即点先提醒吼。咱要请即个较早吼，伫即个玉里教会吼。玉里教会的黄牧师来甲咱做主持，所以嘛有祈祷，嘛有培灵，欢迎咱大家来做迎接2026年。好，牧师先欢迎新朋友啦吼，今仔日有一对夫妇伫咱中间，叫做阙玉龙甲张玉芳夫妇伫咱中间，
伫头前啊，头前来泡泡欢迎您，啊，欢迎你们2个哈，欢迎，啊，欢迎，谢谢，欢迎恁来哈。因住伫文化中心附近呀，欢迎恁常常来教会，大家做伙敬拜上帝，欢迎哈。好啊，拄则咱的师会吼已经有甲咱报告相关的啊，牧师有几项吼要甲咱做提醒啦吼。安尼，互咱印象较深，就是讲咱遮个事工的顶面吼，第一项就是咱后礼拜要就任式哦吼，就任式伫周报内底拢有甲遮名单拢牵伫遮。啊，要就任呢，当然咱是因为2场礼拜嘛吼，啊，咱原则上要伫第一场来做就任式。啊，所以呢，咱平常是惯势参加第2场的，即个同工也是首长，请你后礼拜就爱第一场就爱来礼拜啊。啊，咱拢总有2名长老、7名执事，佮5位啦，5位啊小组团队的首长要就任吼。啊，除了这个以外，所有吼要邀请哦，咱明年要50禧年对毋对？咱是要翕一张吼，安尼历史相片啊，历史相片就是讲，咱要请新旧任的长执先来翕一张。阁有哦，阁来就是新旧任长执以外，就是咱的小组长。啊，若是夫妇服侍，夫妇拢会来。第2就是即个侍奉团队同工。啊，咱迄天吼要请同工来做安排伫即个讲台顶，啊来翕2张总相就对。啊，因为咱教会逐年拢有上新长执要换嘛，但是咱20550年翕一张团体相。啊，若会当吼，请穿正装，正装什么意思？你著感觉上水的、上好的拢甲穿出来安尼。新年哦吼，所以咱会记咱今日有人无同工无到，该通知一下。小组长、团队服侍队长，啊，搁咱团契会长，啊，搁有咱中执新旧任中执，即点甲咱提醒吼。好，搁来就是讲，咱迄个54期的大都同工报名到月底啊，搁满到12月30日啊，所以请大家踊跃来报名签名，咱伫1楼的所在，啊，咱若空假啊，你拢会使填，啊，若讲都有人啊，你若搁填落去，伊来安排无共款的房间。啊，该祈祷室，互你祈祷啦吼。咱教会1楼这边即间的辅助的嘛会使用到。啊，咱望讲会当突破吼。咱50禧年嘛，看会当较侪人来报名参加。但是你若头一遍要参加的吼，请你伫后礼拜日即个车派刷，啊，咱队长会甲咱做讲解讲要安怎配合。吼，啊，祈祷的模式要安怎？安尼较了解了，咱开始服侍，较袂讲安尼无清楚啦吼。啊，所以即点咱请大家配合无吼。啊，过来就是讲，咱1月11吼，1月11有咱的头1场的即个系列的研讨会，咱为着要庆祝50禧年，啊，咱就印一张真水的即个咱的宣传单。另外，咱明年50禧年吼，拢总有5场的大型的研讨会是要对教会外邀请来，啊，内面拢有详细的资料、时间表。我嘛讲，咱会友你若会当伫即个招待讨一张啦吼，啊，一张互你通留咧，啊，看讲咱什么阵要参加聚会，有时若开放会友参加嘛，踊跃来报名。即场吼，1月11即场，咱除了对咱中会以来所有教会开放以外，咱嘛鼓励咱的团队。咱的即个首长拢来报名，会友嘛会使报。啊，为着要确定名单，请你会当甲干事报，还是甲小组长报吼。啊，这是真欢迎，为着咱50禧年大家该人的运动，大家拢做伙拍拼起来吼。好啊，阁有即个提醒，就是讲，咱伫即个周报内面吼，有阁报过几项较细项的，我来讲一下吼，就是咱请。会员核会资料，望讲伫1月11就到，因咱明年的春节哦，较早开始啦吼。啊，所以咱要提早2月初8就要来开核会。啊，佫一项真重要，拄则有咧讲到吼，咱的三诊啊，三诊伫倒个？三诊有伫遮无？寮骹遐楼顶，啊，寮骹准备来款吼。咱的三诊就是咱叫伊三诊咧，就是咱魏鹏长老吼。啊，叫伊三诊，啊，所以咱叫管是叫三，其伊个名叫做蔡素金姐。啊，伊本身吼真够剪辑迄个钩子，就是讲剪落制作迄个影片，毋知另外一张图片有无吼？啊，
因伊甲所有伊做的作品是手工的哦，要来义卖，诚做咱50禧年的经费。所以等下咱礼拜三吼，你若无赶紧，落去1楼，有摆遮侪遮的，逐项拢是独一无二，因为迄是手工的。若有咱来甲买做咱生活上最好用的，有杯垫啊，有啥物茶啊了遮的钱，咱要诚做咱的即个50禧年的奉献。素琴这伊足甘心伊讲，我会当奉献做啥？就是我的手艺，用即个才做咱50禧年的路用咱这毋是咧二手货哦，这是新的哦所以无咧画价，你较贵会使，毋通共我俗，嘛讲会使较减的无啊就是爱诚心来甲买你若要加码拢袂要紧啦好，过来是拄好报告着讲咱教会有对青年伫拜五结婚啦，因足低调。因为拢伫台北结婚所以无伫咱教会提早公告啦牧师所介绍一下这个新娘是咱的会友的查某囝，就是咱的慧娟姐。慧娟姐，你只要徛起来，我甲你恭喜一下来。慧娟姐的查某囝叫做文心。竞赛什么人呢？竞赛就是咱举办迄个基甸基甸牧区咧举办即个幸福小组邀请即个李伟教授的学生来参加。即陈冠然弟兄。就是迄个幸福小组的青年啦来煞熟悉着文心所以因两个交配了因为伊迄个竞赛，伊的家庭伫台北所以伫拜五咱的詹牧师有去你甲伊祝福因夫妇甲伊祝福咱甲因拍拍鼓励谢谢即个青年若有转来，咱再甲介绍一个啦有转来咱甲介绍一个安尼好，佫有一两项报告第一，咱今仔日爱心午餐暂停，咱的工作同工咧休圣诞假就对啦佫第二呢，元旦就是咱拄则有讲，咱要迎接新年嘛跨年，咱过灯工的正月初咱迄个国家有放假，所以咱办公室嘛有放假佫另外咱请苏琴主为后礼拜咱新年咱的祈祷回应诗甲咱的即个阿门颂拢有改变后礼拜的事情请注意一下安尼。好，最后佫一项推销一下啦咱即两礼拜毋知是毋是咱有特别的聚会月历存足多，到底是无体还是印伤济，我嘛毋知。所以请会记得有两种通选咱请落去义马的时阵，顺续看边你厝年的月历要调新的嘛新年度的业力真水有两项一个是爱与勇气，佫另外一个拢佫有一个飞越台湾，较属于台湾的遮个风景的相片两种，你欢迎你来选签名。假使若后礼拜已经过新年佫有剩就要开放自由体无藏的无彩这纸较水安尼请会记得礼拜三你还袂退，恁兜还袂退会当来领来领安尼好咱抄圣经啦咱抄圣经的代志，就是讲咱配合公布社抄圣经已经12月25截止迄是要参加迄个公布社的即个抽奖啦但是咱教会还袂完成咱教会到2月28佫2个月，所以你若是路加福音还袂抄了，免烦恼，佫2个月通抄好，交来教会登记咱教会到尾要送礼物互你，你的买册的钱要去退还你实在是有赚无了就对啦所以赚就想赚到你属灵的自救啦佫另外咱已经要开始新年咱有文道学校要佫开始文道学校即个文道学校呢，就是对1月18到6月14，差不多要半年久是安怎讲？咱有20课啦咱邀请第一去年新洗礼，第二咱新到咱教会都已经伫别个教会聚会，伫咱教会聚会。佫一项就是讲，咱老会友，但是你还未读过即个课程，真正牧师甲你鼓励。咱明年要庆祝50周年嘛，咱每一个会友大家拢有迄个装备你嘛想讲有上无上无差，你上了你就知，因为迄个真理课程拢甲恁一课一课教好了安尼即点呢，请大家踊跃来报名赶紧来报名，因为咱要准备咱的手册嘛佫另外最后就是讲咱背金句咱拢有咧背拄则迄个每月的金句，佫有1年读一摆，还是2年读一摆，甚至3年读一摆会读经
咱开始要结束啊。嘛讲你完成了后，甲你登记伫小组长，也是咱办公室讲我读了，咱教会有哪有一个奖励就对啦吼。用即个甲咱报告欢迎吼，搁一遍来甲咱邀请吼，就是拜三暗8点半吼，大家安尼较早食饭食好，拢来吼。你若有需要交通服务的，请登记一下，咱来安排看有人去甲你载无吼。望讲会当大家专员会当出席拢来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多谢。上云非常请起你，做伙唱上云诗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诗歌了后，请牧师祝祷。恳求主，引带我脚步，若无我甲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好，若是我仍然欠比是正。我他你遵守你改变，我伫黑暗中做光点，对找因带是要人，这是我人生的牵绊。咱做来领受上帝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会听从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即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咱请坐来热岛来聚会。